好，第5架花車咧就係嚟自迪士尼樂園嘅花車㗎啦。咁大家睇到啦，咁車上面咧係佈滿住黃金米奇燈籠掛飾嘅，咁再用紅色點綴啦，寓意鴻運當頭、富貴吉祥嘅。係啦，咁大年初一咁開心嘅日子啊，咁一班大人細路咧都中意嘅卡通人物咧就一齊出動啊，高高興興咁樣同大家拜年㗎。嗱，咁佢哋着住咧就係金光閃閃嘅賀年服飾啦，咁就係配合翻咧花車嘅主題，就係金年有福啊！咁金咧就係黃金嘅金，祝願大家金銀滿屋、富貴榮華。見到佢哋花車嘅編號咧就係05嘅，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自己都打電話嚟匯影通嘅有獎嘅遊戲嘅電話號碼係900-30928嚟去參加我哋呢個匯影通嘅遊戲咯噃。跟住落嚟咧有一隊咧係第一次嚟到香港參加我哋國際匯演嘅隊伍㗎啦。見到佢哋嘅服飾啦，都應該知道佢哋就係俄羅斯㗎啦。冇錯，佢哋就係俄羅斯莫斯科綜藝表演團。